我做清气，好的稳定，你应尊贵应要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好的稳定，你应尊贵应要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哦。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是18首新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第1节甲第2节，来吟一遍。我心阿乐上帝，主怜引我的背，天地万物三甲影响，阿乐伊大尊名，就无残行罪错，永长大海宽阔，显明伊大宽的眼光，仁爱公义照真。我心阿乐上帝，世间情人的病，空中飞鸟吟诗出声，阿乐伊大尊名。这水草无一水，芳花过一溪水，你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你大仁爱。第二首，请来吟184首，184首。这首大家拢真熟吼，所以咱吟第1段就会使啊。第1段。上帝听他那的野大，欢喜喜乐我，敬我比比小快的人，我甲伊君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亲情我可会得保守。为保守做到可以的，会保守伫到迄日。感谢主，极大的疼痛。感谢阿乐主，咱即摆，请咱备办心，咱要来敬拜阿乐主。请咱大家起立，来起立，请你甲厝边隔壁讲，咱欢喜来敬拜上帝。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后事，满心欢喜。求主用宝贝洗我身体，我哪来保佑每日阿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到我爱保佑每日阿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天边来吩咐，心来安宁，天堂的好天那伫目前，天使
saya降落跟我来，保佑主耶稣主必临来，大爱保佑没有了，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大爱保佑没有了，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心靠我救主，福气无限，坚心来听候，唔望主来，定对主耶稣满心灵爱，大爱保佑美丽有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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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阿拉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伊主，伊就是咱的帮山，就是咱的瓦克，咱爱来按伊学乐吟诗，感谢伊。我要向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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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看
伫咱敬拜阿乐的，感谢伊的慈悲怜悯，拢甲咱三甲一地，所以咱就爱用全人真心来敬拜阿乐伊。像诗人所讲的，河顶云顶，主看咱做宝贝，河顶云顶，伊说咱做清气。河顶云顶，伊用尊贵免流做咱的冠冕，所以咱的嘴来吟诗阿乐主无停，感谢主阿乐主，咱继续徛地来唱这首河顶云顶。真实的心，含乎你面前，开我心吧，予我的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对你遐来的温柔谦卑，河顶云顶，你看我做宝贝。河顶云顶，你说我做清气。河顶云顶，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用真实的心，含乎你面前，开我心吧，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对你遐来的温柔谦卑。河顶云顶，你看我做宝贝。河顶云顶，你说我做清气。河顶云顶，你用尊贵。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你拍开，你拍开我所有恋，你抬起我所有担当，你安慰我所有伤悲，你的名。扛起我无落力，河顶云顶，你看我做宝贝。河顶云顶，你说我做清气。河顶云顶，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河顶云顶，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独独你是至尊、至圣、至大的天父上帝。独独你就是堪得荣耀、尊贵甲阿乐的主，你嘛是阮上大的瓦靠，你也就是阮及时的帮赞。主，阮要伫你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欢喜来敬拜阿乐主你。就亲像诗人所写的诗讲：河顶云顶，你看阮做宝贝；河顶云顶，你说阮的做清气。河顶云顶，你用尊贵荣耀做阮的冠冕，所以阮要学乐你无停。主啊，阮要日日来学乐你，高举你的圣尊名，来保养你的救赎。主，阮要将一切的荣耀拢来归乎主你。感谢阿拉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荣耀拢归乎咱的主，请坐，请坐。
是悬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过长咱伫上帝的听，就是伫咱主的，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兄姐，即条咱同齐起立来吟诗学了咱的主信诗第18首，请大家起立。信诗第18首，我心学了上帝。请坐，咱一粒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讲，你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是啊，阿爸爸上帝，阮真兄弟姊妹，一粒伫你的圣殿，为阮目睭所看，甲阮心所感受的一切，来欢喜快乐。开声吟诗来学努力，阮心尊主最大，因为救阮的上帝，阮来大欢喜。你怜悯敬畏你的人，祝福互伊到万世代。你的话是光，一开拆，黑暗就散去。带阮的脚踏入平安的路途，是恁大伯安尼讲，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主耶稣也安尼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你开。天父的爸用好米，互求救伊的人。即时，阮照你的应允，将阮的心摆伫你的面前。你亲在阮，伫教会、伫家庭、伫工作。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所欠缺甲需要的，求你照你的应允赐福互阮。阮嘛要求你的国甲你的义，求你煞即个世界的战争，互丧凶甲战乱中的孤儿寡妇甲遐失丧的，当得到帮助，搁互你的怜悯甲慈悲。伫遮个统治者的心中徛起，阮也要为无法度来到阮中间，是因为工作还是辛苦悲痛，无法度来到阮的圣殿，同齐甲阮敬拜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上帝你的信心甲稳定甲因支持。阮
特别为今仔日，阮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来感谢甲祈祷，感谢你差派厚德教会李家如牧师做差使来遮要传讲你的信息，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关心新学院培育宣教人才的事工，互阮有份伫你的圣工内面。即时，阮心恬静，阮要开阮的耳孔来领受上帝你赏赐我的生命的美名，透阮打扫的心灵，帮助阮成做合你心意的学生。敬虔拜列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煞只咱要来启应，今日的启应文第25篇，诗篇103篇，诗143页。那这显着我来启咱众人来用。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寒天，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把祝。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过节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做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做声，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煞只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我全心信靠，我全心信靠。
过黑暗死毋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救主。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领咱来将这水的歌献予上帝。煞只，咱要来做信仰告别，或者咱同齐起立，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里来受苦，第四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所以下面六体无我，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今日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书15章11节到32节，伫新约88页。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现在我来读。11节，佮讲某人有2个囝，第二个甲老爸讲：阿爸啊，将我应得的业分予我。伊的老爸就甲因分家伙。过无几日，第二个囝一直收拾行李出外。去远的所在，伫遐放荡，破坏伊的业，已经算了。拄着迄所在大饥荒，伊才知欠亏的艰苦，就去挖迄所在一个百姓。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爱将猪所食的豆果来煮鸡，也无人互伊。伊醒悟。就讲，我的老爸有偌侪长工美牛条村，若是我伫遮，你要饿死啊！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就互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年。抑阁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颔棍，直直甲伊针。第21节，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遐个萝卜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搁互伊挂手指，煞甲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咱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因就三甲欢喜。25节，迄时伊的大囝伫园里倒来要到厝，听见奏乐甲跳舞的声。就叫一个萝卜来，问伊伫啥代。伊甲伊讲：恁小弟来啦！恁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倒来，所以抬迄只肥的牛仔。大囝生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劝伊，伊应伊的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遐侪年，拢袂捌违逆你的命令，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通甲我的朋友三甲欢喜，总是你即个囝交背长期，已经破坏你的业。一个倒来，你就为着伊抬肥的牛仔。老爸就甲伊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咱应该着欢喜快乐。以上。救主
今日真欢喜，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的主日，咱真好得到咱的台湾新学院的车赛，就是厚德教会李嘉如牧师，今日要来帮咱讨棒上帝的信息，以及报告新学院的宣教的事工。咱即点将时间交予李嘉如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当我来到遮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吼。我想咱今日即段经文，咱拢真熟吼。咱可能自细汉伫主日学内面吼，可能已经读过几啊十遍，哦，甚至吼读几啊百遍的哦，即段经文。哦，咱通常会甲即段经文的关键点放伫即个细汉囝浪子回头的故事顶面。哦，因为圣经有讲一个罪人的反悔。比99个无需要反悔的义人，搁较互天国欢喜。啊，咱看到即个故事，咱可能会感觉啊，即个细汉囝真好吼，啊，总算已经知影通悔改吼，哦，知影家己做毋对，哦，啊，转去找伊的老爸，哦，因为这常常嘛是咱家己本身的模样啦，哦，因为咱嘛常常因为犯真济罪，咱愿意悔改，转到天父身躯边。啊，搁有咱可能嘛会感觉即个大汉囝，敢若真无好吼，啊，巴顿敢若足下吼，啊，无法度去原谅伊的小弟，吼，做毋着代志，吼。我过去看即段经文，其实就是即种的感觉吼。浪子的故事，吼，照理讲，即个浪子伊回头，伊转来到老爸身躯边，逐个欢喜庆祝了后，即个故事应该就爱结束。但是我后来伫咧体会即段经文。我发现毋是安尼吼，我发现无论是细汉囝还是大汉囝，因拢还是还未体会到老爸真正的心意。哦，因两个拢是还未转到厝，还搁伫外面流浪的囝。这安怎讲吼？咱搁一摆重新来看即段经文。哦，即个故事讲有一个人吼，伊有两个囝，吼，伊有两个囝。啊，即个细汉囝甲老爸讲吼。甲我应该得到的财产分互我。哦，啊，犹太人的传统哦，其实甲咱台湾差不多。咱台湾什物时阵才会分财产？人过身时阵才会分财产吼。哦，啊，犹太人吼，啊，犹太人因通常会互大囝摕2份财产啊。啊，因为伊有2个囝嘛，啊，所以伊就甲财产分成3份。啊，细汉囝得1份，啊，大汉囝得2份安尼。啊，所以你讲啊，因为咱拢是伫人过身才有分财产，所以当即个细汉囝甲伊的阿爸讲吼，甲财产分互我吼，我应该得到的财产分互我，其实是一种足不孝的行为。哦，啊，敢若嘛伫咒诅伊的老爸吼，较紧死的吼。啊，无就是啊，搁较深的意义就是啥？迄个细汉囝可能感觉我无需要即个老爸啦。哦，我无需要即个老爸，你财产分互我就好，我靠我家己就会当。但是即个老爸足疼即个细汉囝吼，安怎讲吼？因为犹太人其实有一个规矩吼，对迄种不孝不孝的囡仔吼，是会当甲带到城门口吼，叫逐个摕石头甲伊砍死。哦，这是犹太人的规矩。但是即个老爸无安尼做吼，伊反倒当将1/3的财产分互伊。这就证明这个老爸偌呢疼这个细汉囝吼，这个老爸真正足疼细汉囝吼。如果你嘛有去了解迄个经文的背景吼，我要甲大家讲吼，伊要分财产互伊的细汉囝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吼，因为伊甲咱打现代无共款吼，咱现代咱即马钱拢欠喺搭，银行吼，啊你要分互囝要安怎做？转账就过去啊嘛。但是较早毋是呢，较早的钱拢是啥？财产拢是啥？厝啦、土地啦，啊无就精生啦。啊你今仔日你讲知影1/3的财产，毋是一个小数目咧。因老爸安怎做？伊嘛要摕遮个钱，互伊换成钱票吼，换成钱，互伊囡仔伊爱去卖厝咧，卖地咧。啊伊去卖时阵，人会问无？去卖时阵会足见效的。所以你讲即个老爸
甲财产分互囡仔，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哦，所以真正足疼即个细汉囝。接下来安那？即个细汉囝伊伫外面放荡嘛，要啊乱开钱、吃喝嫖赌。哦，啊要安那？要伊同尾啊失败无钱，吼，拢开了了。啊尾啊跩不倒要去投靠一个饲猪的嘛。伫要枵死的时阵，圣经讲伊才醒悟过来，吼，啊才想要悔改，想要转到伊的老爸身躯边。哦，你嘛看圣经伫咧第19章吼，已经想好啊，伊要转去甲伊老爸讲啥？讲打了后，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甲我当做你当工的一个就好啊。哦，伊的头脑其实沙盘推演已经拢想好势啊，吼，要甲伊老爸安尼讲。伫咧20节吼，20节只圣经讲啥？当伊离厝还佫有一段路的时阵，吼，啊伊的老爸看见伊，吼，伊老爸看见伊，就圣经讲就怜悯伊，吼，走去抱伊颔棍啊，吼，啊尾啊直直甲伊亲，吼，华语是安尼讲，讲他的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毋知影大家看到即段经文有啥物感觉吼？大家敢毋知影即个老爸为虾米爱用走？圣经是安尼讲爱跑过去吼，啊毋是用行的吼，啊无就是吼，咱为个较传统威严的老爸吼，是会徛喺遐吼，来过来做毋着代志来遮跪，哦来认毋着。为虾米老爸是要用走的？伫咧圣经的解说内面吼。伫咧圣经释义，阮伫咧解说内面，即个细汉囝其实做足侪歹代志，吼，做遮尔不好的行为吼，啊，庄仔内的人拢知影吼，啊，伊今日毋是成功转来，足青呀转来咧，伊今日是失败啊。所以当伊安尼失败转来时阵，逐个有可能会照着圣经的规矩摕石头甲牵啊。哦，所以你讲伊老爸看到即种情形，必须爱紧走过去啊。无可能走到万一事啊，伊的囝有可能会叫石头牵死啊。当即个老爸走过去，揽着伊的囝，毋知影替即个囝动了偌济石头，流偌济血。哦，而且圣经讲，即个老爸走过去，抱着伊颔棍啊，直直甲伊亲。我想这足无简单的吼，我毋知影你家己有后生嘛安尼吼，可能出去。吼，囡仔时阵吼，出去安尼走走的啊，规身躯拢全汗，迄拢有啥？臭汗酸味吼。啊，我也逐个讲吼，即个囝吼，无钱，伊有法度去旅馆哦，无法度吼，可能应该嘛真侪工无洗身躯啊吼，佮加上会去饲猪吼，迄可能120公尺，你可能都鼻着味啊。但是你敢知圣经讲啥？伊讲即个老爸是走过去揽着伊颔棍仔咧，直直甲伊亲咧。这真正无简单的代志。接下来21节吼，即个细汉囝也是无明白老爸的心意吼，伊也是认为伊一定要甲伊阿爸讲阿爸，我得罪天，阁有得罪你吼，但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哦，细汉囝伊就是认为讲，伊一定要安尼讲，老爸才会原谅伊啊。我共看有一个细汉囝吼，伊今年7岁吼。我会记伊较早伫3、4岁囡仔时阵吼，每一摆伊做毋着代志吼，伊就是会一直甲我讲一句话，讲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吼，安尼一直讲吼，佫较厉害伊安那一种天父爸爸对不起。啊，当我嘛无甲讲我原谅你吼，伊也是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直到我甲讲我原谅伊，伊才会感觉无代志。哦，其实当伊伫甲我讲对不起时阵吼，我的内心其实早就原谅伊，就感觉无代志啦。但是因为我的囝共款无了解我的心意，伊也是爱一直讲一直讲吼。我伫咧查考即段经文吼，大家毋知影敢有发现吼？伫咧圣经即段经文的21节吼，甲18节、19节比起来吼。干你减一句话，哦，伊讲的是同一段经文吼，哦，就是迄个细汉囝伊伫沙盘推演，伊讲啥？伊讲爱打了后，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就甲我
当做你长工的一个就好。21节减一句，甲我当做你长工的一个就好。我伫咧查考即段经文，圣经的解释是安尼，伊讲，即个细汉囝当伊还未讲完即段话时阵，伊的老爸就甲伊拍断话，吼，而且还伊父的奴仆讲，将上好的衫献互伊穿，佮甲伊挂手指，后尾啊，佮甲伊互伊穿鞋。我查考圣经的解释吼，即个衫代表亚坎见效，吼，因为伊犯罪嘛，做毋着代志。吼，亚坎见效，手指是代表家族内面的地位，吼，只有主人才会挂手指，就是即个老爸互伊恢复做囝的身份，鞋代表平安甲自由，吼，因为较早的奴仆吼，较早的奴才啦，无咧穿鞋，即拢代表即个囝细汉囝吼，伫即个家族内面的地位、权柄甲自由，吼，老爸要互家族人所有的人知影吼。伊也是我的囝，大家爱尊重伊。哦，啊，佫同尾啊，毋是佫有抬肥牛吗？哦，抬肥牛其实是要请遐个庄仔内的人，甲大家讲，这也是我的囝，请大家毋通甲伊伤害。教会内面吼，我看到真侪人其实拢甲细汉囝共款咯。哦，咱可能犯了足侪罪，咱转到上帝面头前，咱会认为讲，哇，我爱做真侪事工，爱奉献真侪钱，爱帮助送香的人来赎罪。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安尼上帝才会原谅我。哦，安尼心态是毋对的。我毋是讲做遮个代志无好，我的意思是讲，咱这样做的心态，其实就甲细汉囝共款哦。咱无明白老爸的心意。哦，当老爸已经走过去，抱着伊颔棍仔，直直甲伊枕的时阵，咱想看嘛，老爸安尼敢有原谅细汉囝？有吼。但是细汉囝也是无明白伊的心意，也是认为讲伊无资格做囝，伊做一个长工就好。我家己是第一代基督徒吼，过去就是安尼。我犯了足侪罪，尾仔转到天父身躯边，后来吼，我有6年久的时间吼，拢被过去的罪控告甲捆绑着。我也甲伊讲吼。我毋知你读圣经读哪熟会安怎？我哪读圣经哪熟吼，我发现律法哪会控告我的罪？直到有一天吼，我上帝引导我去看一本册吼，伊是夏中间牧师写的《成长人生》吼，内面有一句话吼，叫醒了我吼。伊写着讲吼，如果直到现在吼，你还阁去互过去的罪所捆绑着，你是毋是无相信上帝？无相信耶稣基督的保护会将你的所有的罪拢洗清去。哦，他说，直到现在你还被过去的罪捆绑着，你是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把你的罪都洗干净啊？直到迄一摆，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罪得到讨绑。迄一摆，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重头生啊！咱一直讲重生吼。迄一摆，我才真正体会到。哦，当我做得到讨白了，我其实足欢喜的。哦，而且我内心的感觉吼，就是感觉我认为我一定要为着吼教会吼，为着上帝来做真侪代志来赎罪吼。我迄当初我搁伫咧宜兰的罗龙教会做童工吼，因为我家己母的是罗龙教会，我会记得我迄当啥物服侍拢接啦。吼，无论是做音控的啦，吼，也是讲做，也是带敬拜啦、主日学啦、青少年辅导。哦，甚至哦，迄嘛要换电火啦、十工啊，我拢去做。我敢若我是迄种的心态是感谢上帝。哦，嘛敢若甲上帝讲一件代志，讲你看我做遮尔侪代志吼，做了也袂歹吼。我要甲大家讲吼，即种感觉就敢若亲像啥？像有一个2岁囡仔吼，有一天吼，突然间甲伊的老爸讲吼，爸爸，家事以后不用你牵挂吼。我来摒扫就好啊吼！你做一个老爸吼，你听了会安怎？你可能会感觉真爱笑哦，嘛会感觉真艰苦吼。因为对一个老爸来讲吼，当囡仔嘛无法度明白老爸的心意，是互老爸上痛苦的代志。因为咱拢清楚一个2岁囡仔的本质吼，是无可能甲厝内面摒扫清气，需要我靠大人的力量。
共款吼，上帝伊嘛清楚咱的本质，咱无可能倚靠家己就会当甲教会所有的问题解决，甲所有的罪恶拢洗清。需要倚靠的是上帝的力量。何况上帝爱咱知影吼，伊疼咱。我讲一解吼，上帝疼咱，就敢若亲像咱一个做老爸的心，上希望的毋是伊的囝会当为着伊做啥物，是爱伊的囝会当知影老爸疼伊是共款。当咱嘛认为咱爱做真侪事工，才会当互上帝欢喜时阵，咱其实是用一个奴仆的心伫咧面对上帝。做囝的心吼，就是你爱会当知影，就算讲你啥物拢无做吼，上帝犹原疼你。咱接下来，咱甲即个镜头转换过即个大汉囝吼，咱来看25节到30节。圣经讲即个大汉囝吼，伊对拄位迄田两遐做事转来吼。伊外面全听到欢喜庆祝的声，尾仔全问一个奴仆讲是发生啥物代志吼？尾仔即个奴仆就回答伊讲吼，啊你迄个小弟吼，平安无代志转来吼，尾仔恁老爸真欢喜哦，就抬只肥牛来庆祝吼。大汉囝听到安尼，非常生气，无愿意进入厝内吼。伊甲老爸讲啥？讲我服侍你遮尔济冬吼。从来都无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连一只羊仔囝，互我交朋友快乐拢无。即个小弟吼，伊做遮尔济歹代志，吼，伊甲你的财产开了，伊一转来，你煞为着伊抬肥牛庆祝。大家看到安尼，可能有两种感觉吼，一种就是感觉这阿兄咧巴顿那只下吼，咱就做毋对，就认毋对，你无法度原谅小弟吼。这通常是细汉囝的心态，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会感觉。阿爸哪会遮无公平吼？弟弟做遮尔济毋对的代志，你不但无甲处罚，阁抬肥牛庆祝。教会内面其实有真侪人拢有大汉囝的心态吼。我会记得我过去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吼，有一摆伊甲我讲吼，伊捌拄过一个传道人吼，足厉害的吼，就是甲人祈祷安尼摸着人的身躯吼，就会当透过圣神的感动，知影伊发生啥物问题。伊讲吼。伊讲上帝足无公平啊！伊讲我咧厝内面堆久遮久吼，上帝咱拢无我即种能力吼。我要甲大家讲吼，这其实是一种大汉囝的心态吼，因为因为伊做工想要爱大家，就安尼大汉囝讲做工我羊仔囝拢无得着。圣经讲即个大汉囝埋怨老爸吼。这几年来，伊就敢若亲像奴才共款，为着伊的老爸做工，无违背过老爸的命令，但是连一只羊仔囝拢无得着。讲一句较坦白的可能伊感觉伊比奴才搁较不如吼，因为做奴才做长工，可能做工可能搁有礼物通摕啦，无就钱通摕啦，无就其他的赏赐。但是伊拢无咧，伊连一只羊仔囝都无，所以伊会认为伊是做白工啦，白了工啦。所以伊才怨倒伊的小弟伊会感觉伊的老爸较疼小弟啦。伊感觉我遮尔乖乖顺服听话，连羊仔囝都无，即个小弟遮尔无乖，老爸为着伊抬肥牛，所以伊埋怨老爸，怨恨老爸对伊无公平。但是敢真正是安尼老爸真正较疼小弟吗？我想要问咱在座所有做爸母的你较介意迄乖乖听话顺服的囡仔还是规工甲你出状况互你操烦常常互你火冒三丈的囡仔？你较介意哪一种？我是一个做老爸我伫咧服侍这几年来，我嘛常常拢有服侍着青少年，也是主日我甲大家讲我当然嘛较介意乖乖听话顺服的，上好叫伊坐下就坐下，站起来就站起来安尼上好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对迄状况较济的囡仔，我明白我需要开搁较济时间伫因的身上。其实这个老爸并无偏心咱来看31节31节是一个足重要的经文即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
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实在真重要的经文吼。上主要是爱大家你会当明白吼，你敢会当明白？你即马所做的服侍也是侍奉，其实是你家己的属灵产业，你敢会当了解？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侍奉或服侍，是你的属灵产业。因为安那？因为将来这个物件吼，伫天顶的报赏啊，伊是记伫你的心上啊，伊袂记伫牧师的心上嘛，袂记伫别人的心上啊。它是你自己的属灵产业，你毋是为着什么人来做，你是你管理属灵上帝互你的属灵的产业啊。因为将来这个物件，你所做的一切，伫天顶是报赏互你的，袂报赏互别人。过去耶稣吼，伊捌派70个门徒去传福音。圣经讲，迄70个人吼，因转来时阵是欢欢喜喜转来，尾仔甲主讲：主啊，我奉你的名来赶鬼吼，连遐个邪魔嘛服从我。这个门徒因为因有耶稣互因赶鬼的权柄，因尾仔非常的欢喜。但是因煞来无因为过去常常甲耶稣同在，感觉快乐。所以耶稣甲因讲啥？讲恁莫因为吼，迄邪魔服从恁吼，恁就感觉欢喜吼。恁爱因为啥？因为恁的命会当记伫咧天顶，感觉欢喜。我想爱一个人毋是安尼吼，爱一个人是当你嘛留伫伊的身躯边，你会感觉足快乐。吼，你会想要甲伊分享你一切所有的。当你嘛离开伊时阵会安怎？你会足思念伊的，足想要紧转来。应该是安尼嘛，爱一个人应该是安尼嘛。但是你注意看，这70个门徒转来了后，伊并无甲主讲：主啊，阮离开你了后，我足想你哦，足少年以前会当甲你同齐食饭，同齐困，同齐听你讲的所有的真理，互阮得到讨白，并无安尼讲啊。因无因为主的同在感觉欢喜啊，因感觉快乐的是啥？是主互因赶鬼的权柄，鬼听阮的，我足欢喜。这其实是一种大汉囝的心态哦。如果你到现在吼，你伫教会内面所行善的、所行务的，是上帝赏赐互你能力，亲像你有赶鬼的能力啦，有先知的能力啦。也是医治病的能力啦，管理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或者是你所行善的，是上帝赏赐互你伫教会的权柄，包括可能互你做牧师啦、做长老、做执事、做团契会长，才会互你得到人的尊重，互你有成就感，互你互人学乐。我想，如果你行善者的能力甲职位，嘛赢过羡慕上帝的同在，那安尼你犹原是用一颗奴仆的心伫面对上帝，因为你所爱的是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头前所讲的，无论是这细汉囝，也是大汉囝，因拢抑阁是伫外面流浪，袂转到厝的囡仔，因为因一个想要做长工。另外一个是感觉家己是敢若亲像一个奴才共款，因会安尼想，是因为因还无法度明白老爸的心嘛。就亲像咱真侪时阵，咱嘛无法度明白天父的心共款。亲爱的弟兄妹，你敢有了解天父的心？这段经文，毋知影大家你敢有发觉到？内面还阁有第三个囝，伊就是讲即段故事的耶稣啊。伊是真正会当明白天父心意的真囝。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伫教会内面，你是细汉囝还是大汉囝？但是我想今仔日耶稣要代表阿爸天父伫咱中间有一个邀请。伊要对在座所有的细汉囝讲：孩子，回家吧。我知影你用尽心力做遮尔济事工，是要互我欢喜。但是真正会当互我欢喜的，毋是遮个事工，是你也会当明白，就算讲你啥物拢无做，
我犹原疼你，因为你是我宝贵的囝。伊嘛要对所有的大汉囝讲：孩子，回家吧。我知影你是一个乖乖顺服听话的囡仔，你常常甲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你无论是要杀羊杀牛，你无需要问过我，因为遐个拢是你的。现在你伫教会内面所管理的遮个属灵的产业，拢是你的，毋是你的小弟的。因为上帝要互你的是双倍的祝福，我要互你知影，我搁较爱你。阿爸天父最后要搁问大家一句话：你愿意回家吗？咱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愿主你带阮中间的细汉囝甲大汉囝，拢会当回家。你帮助阮所有的人，伫咧真理的内面，阮会当了解你的心意。愿你圣神这个时刻，你引带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回家。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李佳如牧师用提备的心，锻炼咱的心，搁回到天父的家。大家人们来唱回应诗，回应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现在咱同齐起立来念。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我的心柔我，听我的灵修我的，互我开一滚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情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可以的，为保守的道理的，那所的那的雅心，就我的我心来，因为你心情的后裔，心为你看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可以的，为保守的道义的，信心感动那为呀话，互我亲在归心。心修福音，心修感化，喜命化心坚定。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可以的，为保守的道理的。这件是心上为的，一心一观一大，尊贵的因我无罪，无落一命无算。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可以的，为保守的道理的。他这请坐，线接咱要来奉献。今仔是
台湾实行医的奉献主日，那请咱会当用咱周部所业的奉献地，吼，咱同齐来关心实行医的教育、甲教牧的训练，包括校舍的整建的工程、图书馆的藏书等等遮圣工，也请兄姐继续关心大岛，奉献支持，共同来供应升学教育事工，为宣教的人才的培育来尽力。这咱同齐起立，咱来念奉献的诗歌。请坐。即点咱要来读今日的金句，今日的金句是《路加福音》15章20节，现在咱同齐来读2解，吼。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年还阁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案本，直直家针。搁一解，请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年还阁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案本，直直家针。路加福音15章20节，记得今日咱加入牧师安尼，就传神的将这爸爸的行为安尼给传递出来，咱会记得即个经在，上帝安尼疼咱吼。来，咱即个咱来欢迎甲报告，咱首先咱要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头一个新朋友是陈思哲。思哲先生在哪里？哇，帅哥吼！伊是住伫中正路遮苗吼，咱欢迎伊常常来吼。啊，搁来肖养珍，养珍嘿，伊是我熟悉伊是进前的黑旗里西前里的里长大人吼。啊，对社会足侪贡献的安尼，咱就甲邀请来明白咱的上帝安尼，吼，咱这两位就是漂亮的女士跟年轻的帅哥，咱同齐咱用欢迎的诗歌来个欢迎，好不好？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然后咱出去找机会，然后咱。会后，咱请熟悉因的兄姐吼，咱大家来个款待吼，啊，希望咱教会会听，会当感动伊，像今日牧师讲的，当然会到天父的家吼。好，
那说者咱来报告，头一项的报告，咱拄则已经讲过吼。今日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吼，感谢各位兄姐，大家为支持咱的神学院的宣教事工。啊，咱本会余娟牧师也受派到厚德教会。啊另外咱今日也要举行今日的庆生会，咱的寿星是芙蓉姐，你今日寿星，啊，搁素桂姐、纯心姐、金龙兄、正中兄、珍怡、方玲，还有清祥等。咱新来的2位有11月生日无？啊，搁有诶无叫到诶无？咱请到前面这边来，咱请咱陈牧师，咱牧师伫诶，咱请牧师来个致赠生日贺礼。啊，芙蓉姐请出来啦，嘿，生日快乐！纯心姐，嘿，太好了，来。金龙呢？正中、珍怡、方玲。春心姐，咱那个素桂，咱到底较到底呢？来，咱合拍一张照片留念哈。好，祝他们生日快乐，事事得力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哈。今日中第3项的事工报告是，今日中昼12点，咱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时出席哈。啊，在1月21暗时7点半，庭会姐妹安息周年的追思家庭礼拜，伫云丽野道吼，伫永安南路2段吼，328巷17号，17弄8号吼。啊，另外阁有一个喜事是11月24号上午10点半，这拜五的时间吼，因庆姐甲叶焕兄因的耀林旅业公司的厂房吼。开工感恩礼拜吼，伫咧云林吼，原主西温祝福吼。啊11月26吼，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迄天是联合礼拜吼，请大家用感恩的心笑念主的恩典，感谢上主一年来的保守甲祝福，为今年的感恩甲明年的来做备办，咱用恭敬的心来备办个人的感恩奉献。迄天因为会备办感恩节的爱宴，吼，那请兄姐咱大家会留时间来，吼。啊，搁一项喜事，郑田兄甲苏燕姐，郑田兄有伫个无？苏燕姐咧，今日无来。哦，上面哦，对，看到了哈。啊，因兜有喜事，因有因查某囝吼，佩瑜伫个11月8号生产。喜得女婴母女均安原主事吼，咱该拍拍啊，人欢喜吼，足欢喜的吼。啊，伊的囡仔孙哦，囡仔孙拢伫个咱的教会吼，助理学吼，咱真欢喜，因兜阁有新生儿吼。啊，另外阁一个欢喜的代志，咱父先执事嘛是，父先执事伊的查某孙已经满月啊，昨日就满月吼，啊，伊今日也真欢喜。礼拜煞了，咱伫个楼骹吼，伊有备办蛋糕，甲大家分享。咱祝福即2家的囡仔拢会当伫个就是因的囡仔吼，伫大汉咯，智慧跟身量都同等的成长，吼啊，得到众人的欢喜，甲得到上帝疼惜，吼，互因才华洋溢，吼，那才华智慧双全，吼啊，将来荣神益人，吼。贡献社会，好荣耀上帝，好，咱甲因拍拍啊，哇，太高兴了，哈！我们这嘛是咱兜的喜事啦，哈，咱兜的喜事，哈。好，啊，搁来就是第8项吼，咱吼12月23日暗时吼，就是圣诞哦，咱要暗时7点半伫咱教会3楼吼举行圣诞的庆祝晚会，吼。
敬请各团体提供节目，欢迎家庭、个人甲团队报名表演的节目报名请洽怡娟牧师甲秀兰长老吼。另外就是吼，第9项就是咱各单位的甲召开迄个同工会议，规划明年的教育事工，甲2023年的事工报告资料吼，请伫12月31进行交吼。小会要审查吼，2024年的施工计划吼，嘛要做合会的手册的编制吼。另外吼，咱会记得，咱提醒咱教会遮兄弟吼，也是家庭吼，10点45吼开始，咱是华语礼拜吼，搁请大家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吼。每礼拜3暗时吼8点的读经祷告会，吼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吼。另外吼，咱的团契的消息吼，同心团契今天台语礼拜结束之后，伫教会举行11月份的例会。松联团契11月26号吼，因为举办那个感恩节礼拜吼，所以原本是11月26号松联例会，吼提前到11月19号举行吼。咱爱记得报名的人爱记得去参加吼，伫咧泸州大风车餐厅。搁主里欧吼，甲松联吼，因有一个伫咧12月3号联合礼拜之后，因有举办一个儿主的领导力乐龄玩游戏吼，邀请教会长辈吼参加桌游的联谊，欢迎踊跃报名参加吼。报名请洽主日学的老师吼。11月19进行实践吼，这是吼，这是真好，就是将主日学甲咱教会遮长辈大家吼，做一个代间的互动安尼吼，这是足快乐的代志吼。那咱即卖已经办几啊年吼，咱会当吼多参与咱咧教会遮活动的事工吼。煞接伫过来就是具体相通的报告吼。请咱大家吼，咱遮看所有的遮拢总有13项的事工报告吼，咱大家做来关心吼。诗篇41篇第1节讲吼，当患难的日，耶和华吼，咱要耶和华要就是当患难的日吼，咱耶和华就会保护伊吼，耶和华要保全伊，互伊活命吼，就是倒伫床耶和华永远扶持伊吼。请咱另外替咱的肢体来三关心三代祷吼，求上帝信心吼，会当保全咱所有的兄弟吼，我靠上帝永远伫上帝面前得着欢喜甲祝福吼。以上，无事甲有啥物要搁报告的？免吼，好安尼是咱煞接，咱来念要变诗信息第397首。信息说，咱请加入牧师为咱做祝福的祈祷。那这咱起立。愿上帝话语常常存伫咱的心中，愿圣神的感动来换新咱的心思意念。愿基督的世界，请做你我彼此听的结个。愿毋望引带咱到见主面的迄一日。阿门。请坐，别倒闭会。